高雄中学到大已经是100岁咯。100年以来，老师甲学生留下真侪回忆甲文物。今下高雄历史博物馆也伫咧举办乡中100年的特展，在展览当中会当看到高雄的历史转变。讲到高雄中学，就想到红楼火车头卡其制服甲青色的册包。对1922年日本时代的高雄州立中学校开始，乡中到今年4月7日拄好100年，有真侪珍贵的老相片、教材、教具、甲学生课本等等的文物。来参观的校友想到家己的青春回忆，看起来是一个很平凡的，不是那么强调攻击的一个展览，但是却是一个非常具有深度意义的展览。100年的乡中经过日本时代战后到戒严、民主，所以嘛有会当看到日本时代学生军的训练，甚至228事件、乡中自卫队的老相片。这个特展嘛用历史的角度来呈现学校的发展。经历过一个较无共款的历史事件、228事件的时阵，对学校的学生甲老师有啥物的影响？其实阮嘛是用历史的角度来介绍。学校嘛甲所有学生的毕业纪念册数位化，校友真紧就会当找到家己的资料。100年乡中特别踏出校门，到历史博物馆展出，希望校友民众拢会当来找找回忆，见证城市的发展。记者邓家文、罗伟哲高雄报道。